再來看這中華管府呢，是佇鳳苑來舉辦中華生命園區的破土的典禮。也毋過這外口呢，煞有反火葬場自救會人來到遐抗議，因是表示講選這地點甲說明會這過程其實攏是有問題。目前因已經提出行政訴訟，所以認為這管府呢，無應該佇訴訟結果還未出來進前，就趕要動工。民眾情緒激動，想要衝破封鎖線，結果和警察發生衝突，場面真混亂。中華縣政府拜日透早佇鳳苑鄉舉辦中華生命園區動土典禮，會場外口組織儕反火葬場的自救會成員來抗議，煩惱火葬場會造成空氣污染，認為政府自頭到尾攏無尊重地方民意。阮種稻啊啦，種紅菜頭啊啦，種蔥啊啦，土豆啊，土豆啦。啊！你反啊啦，唔來甲阮看相要甲阮負責。啊，這個戴孝新若產生了後，養實業啊，甲這農業完全就破壞去。預計在9月才要動土破土的儀式，他為了不知道什麼原因，提前在今天7月28號來做破土，而且從頭到尾1、2年都沒有跟地方做過任何溝通。反火葬場自救會表示，縣府為選地點、開說明會過程攏有欠點，因已經向台中法院提起行政訴訟，認為縣府無應該佇訴訟也未有結果進前就趕咧動工。縣長表示，中華是全台灣唯一無火葬場的縣市，經過多方面的評估，才決定這個地點，感謝地方民眾的包容。設施的部分本來就是一定要做，那因為我們這個是確實經過非常科學的一個這個判別，那如果彰化一定要做，那就是這裡的這個交通啦，這裡的一個各方面是最適合的。縣府表示，中華生命園區總開發面積大約約2公頃，總建設的經費是7億4千多萬，建築部分的工期大約420天會完成。縣府強調，地方民眾煩惱的噪音加污染問題，縣府攏會有管控。安那自救會表示，會透過法律爭取權益，嘛會繼續監督工程施工的情形。記者楊淑靜，中華報道。